大家最近生活好嗎？我係 Cathy。喺呢個資訊爆炸到有啲令呼吸困難嘅年代，每日打開手機，好似湧埋嚟嘅唔係知識，而係一堆令人好焦慮嘅訊號。今日好開心可以同 Charles 傾下偈，我哋唔用溝林呢啲咁客氣嘅詞啦，因為 Charles 一向都係我哋好溫暖嘅導師。Charles， 其實我想問呢，喺呢一種資訊混亂到不得了嘅情況下，我哋點樣先可以過濾到嗰一絲真理呢？我成日覺得好迷失，好似睇完好多新聞，反而更加唔知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咁。Cathy 聽你咁講呢，我真係好感受到嗰種資訊疲勞嘅。其實你唔孤單啊！根據 BBC 之前一篇關於 Deepfake 與資訊誠信嘅專題報導，而家嘅假資訊唔單止係文字，連影像同聲帶都可以係假嘅。呢種後真相年代係會令人產生一種好深嘅無力感。我哋作為人，大腦結構其實未進化到可以處理咁大量咁碎裂嘅資訊。我哋成日想去揾絕對嘅真理，但其實喺學術或者靈性層面，過濾真理第一步唔係向外揾，而係向內看。我哋要建立一個心理緩衝區。當你見到個標題令你心跳加速、好憤怒或者好驚嘅時候，嗰份情緒就係第一個信號。我哋要問自己，點解呢個信息要咁激發我？真理通常係安靜嘅，而情緒化嘅多數係操縱。我成日覺得我哋唔係要變成一部過濾機器，而係要變成一個有深度嘅容器，去承載呢啲紛亂，再慢慢沉澱。係啊，Charles， 你講到情緒操縱嗰度，我真係好有共鳴。有時我見到一啲好煽情嘅新聞，明明知佢可能有偏頗，但個心仲係會跟住佢走。就好似我哋喺明報睇到關於網絡假消息對青少年心理影響嘅報導咁，呢啲資訊真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價值觀。我覺得最難嘅係，有時連身邊嘅人都會轉發一啲明顯係假嘅資訊。我嗰種想糾正人，但又怕破壞關係嘅掙扎，真係好難受。係咪真係有一種方法可以令我哋喺亂世入面保持一份清明呢？明白啊！呢種掙扎其實係出於你對人嘅關懷係好珍貴嘅。其實過濾真理係有一套所謂嘅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架構。首先，我哋要學識多元對證 triangulate 嘅。如果你喺個 source 睇到，唔好即刻信，試下去啲有公信力嘅機構，例如路透社或者美聯社，睇下有冇相關報導。但係更重要嘅係，我哋要識別認知偏誤 confirmation bias。我哋好容易只會相信一啲原本就符合我哋立場嘅嘢。有一份 The Guardian 嘅分析指出，演算法會將我哋鎖喺同溫層 echo chambers 入面，令我哋以為全世界都係咁諗。所以真正嘅真理過濾係要刻意去聽一啲你唔中意聽但係有理性根據嘅聲音。呢個過程係痛苦嘅，好似要做大腦 gym 咁，但唯有咁樣，我哋個過濾網先唔會生鏽。真理唔係一個終點，而係一個不斷修正嘅過程。Cathy， 當你覺得好亂嘅時候，試下熄咗個 screen 佢，去公園行下，感受下大自然嗰種不變嘅律動。其實嗰度都藏住一種真理。大腦 gym 呢個比喻真係好正，雖然聽落都幾出，哈哈。不過我諗，如果我哋唔主動去鍛鍊呢個過濾機制，我哋嘅思想就真係會變咗演算法嘅奴隸。Charles， 我想再深挖一下，對於好多人嚟講，真理呢兩個字好似好遠好宏大，但係喺日常生活入面，例如我哋點樣去判斷一個朋友嘅說話，或者一間公司嘅理念，有冇一啲更直覺更溫柔嘅過濾方式呢？呢個問題問得好溫柔嘅。其實除咗理性嘅 logic， 我哋仲有直覺嘅智慧。你想過濾日常生活中嘅真理，可以試下睇呢三樣嘢：動機、果效同埋一致性。第一，動機。呢個人或者呢份資訊，佢係想帶來啟發，定係單純想引起對立同仇恨？真理通常帶有一種建設性，而唔係純粹嘅破壞。第二，果效。當你接收咗呢樣嘢之後，呢個心係變得開闊咗，對世界更有愛，定係變到更加尖酸刻薄、更加偏執？好嘅種子係會結出好嘅果實，最後係一致性，即係所謂嘅知行合一。正如話依家日報有啲評論會講到企業嘅公關災難啊，往往係因為佢哋講嘅同做嘅完全兩回事嘅。其實人同資訊都一樣嘅。如果你發現佢嘅邏輯漏洞百出，或者行為背叛咗言論，咁呢度面嘅真理含量就極低。我哋要學習嘅唔係要識晒所有嘢，而係要有一種神聖嘅好奇心，對每一件事都保持少少距離感，唔好咁快落 conclusion， 溫柔地觀察，真理自然會喺時間入邊浮現出嚟嘅。神聖嘅好奇心同埋唔好咁快落 conclusion， 呢兩句真係入心入肺。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太急啦，急住要去表達立場，
急住要去證明自己係對嘅，反而忽略咗去聽嗰份安靜嘅聲音。其實講到底，資訊過濾唔單止係技術問題，係一種修養。聽完 Charles 分享，我覺得個人鬆咗好多，好似喺迷霧入面見到一盞細細地但係好溫暖嘅燈火咁。唔知大家聽完係咪都同我一樣，有一種想好好靜低嚟，重新梳理下自己接收緊啲咩嘅衝動呢？真係 Cathy 你講得好啱，呢個係一種修養。其實我哋喺呢個時代最缺嘅唔係資訊，而係智慧。資訊係一堆 data， 而智慧係知點樣去運用呢啲 data。我想引用一個哲學概念叫做知識論嘅謙卑 （epistemic humility）， 即係承認自己所知有限。當我哋承認自己唔係全知嘅時候，我哋個心先至會有空間去裝載真理。如果個杯已經裝滿咗成見，就算真理喺你面前，你都接唔到。所以過濾嘅過程其實係一個斷捨離嘅過程。你要捨棄嗰啲無效嘅雜音，先可以聽到生命入邊真正重要嘅樂章。就好似我哋喺大學教書咁，最重要唔係教學生記住幾多個 model， 係教佢哋點樣去問一個好問題。當你識得問問題，你就已經開始緊過濾真理啦。係啊，斷捨離同問好問題真係好重要嘅人生命題。今日真係好多謝 Charles 咁溫暖嘅分享，令我明白到喺混亂入邊，我哋其實係可以有選擇嘅，唔一定要被動咁俾啲資訊淹沒。我哋可以選擇安靜，選擇謙卑，選擇用愛同理性去過濾每一件事。時間過得好快，嚟到最後，我想請 Charles 為我哋留低2-3個可以帶翻去諗下嘅問題，俾大家喺呢個星期好好反思一下。好啊，我有3個問題想大家試下問自己。第一，你今日接收到嘅資訊入面，有邊一樣係令你覺得心靈得到滋養，而唔係單純嘅情緒發洩？第二，當你面對一個同你立場完全相反嘅觀點時，你可唔可以先唔好反駁，而係試下揾出對方論點入面一個合理嘅地方？第三呢，如果你今日要為你接收嘅資訊進行斷捨離啊，有邊一個 app 或者邊一種資訊源係你覺得可以暫時放低啊，好等你可以聽翻自己內心嘅聲音啦。希望呢幾個問題可以陪住大家喺紛擾入面揾到嗰份屬於自己嘅清明。真理唔喺遠方，而係喺你對生命嘅每一次認真對待入邊。多謝 Charles， 呢3個問題真係好有深度，大家記得記低佢。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查找智慧，希望大家都喺呢個資訊大海入邊揾到自己嗰片淨土。好啦，我哋今集就到呢度，下集查找智慧，再見。